其實我一啲實力都冇，我係偶像派嘅。香港有個公營服務嘅收費機制，英文叫做 Fair Adjustment Mechanism， 法文叫 Fair Adjustment Mechanism， 而中文就命名為可加可減機制。哇，我真係好中意呢個中文嘅命名，因為真係有好多遐想噶嘛。當你每次講可加，後面就會自動聯想到可減噶嘛，俾人觀感上就覺得係有幾多個可加就有幾多個可減，好公平。結果喺過去嘅10次調整，9次都係加，可加可減，其實係加減，10條9加，公平。但係我又聽講過一個又係10乜9乜嘅詞語，就叫做10賭9輸，即係話10次賭錢9次輸，唔公平噶。喂，憑咩10條9加就係公平，10賭9輸就係唔公平先？所以我同你講啊，賭錢其實係好公平嘅，你無論係揸住100億定係100蚊，入得賭場都一律平等對待。OK， 100億嗰個可能接送嘅係公關 Benz， 而100蚊嗰個係公共巴士。我講緊嘅係，就算買100億嘅話呢，開大都唔會賠多啲嘅，呢啲咪叫公平咯。喂，你反觀下地球上其他所謂公平嘅博弈，例如股票咁，錢多嗰啲可以直頭操控個市場嘅，100億嗰啲係叫金融海嘯，100蚊嗰啲頂多叫做金融屙尿。喂，咁呢啲咪典型嘅有錢大晒，邊忽公平啊？喂，股場仲成日有啲咩所謂內幕料？喂，你瞓身買隻00000，我同啲股東好熟，但係斷股你都唔會喺賭場度聽到。喂，你瞓身買晒大，我同啲骰盅好熟，係咪先？仲有個關鍵問題係，賭仲有咩好啊？快啊嘛，贏又快，輸又快，即刻有彩派。喂，你有冇見過話邊鋪骰盅係可以開得超過1日得噶？就算你係周潤發咁嘅款，成個賭神咁喺度揈骰盅啊，90分鐘成部電影都揈完啦。你反觀下其他一般嘅實體生意啊，講緊快嘅話都動輒1年先回本。你走去賭馬，有冇話邊隻馬係要跑足1年先回本來位置得噶？如果係有，嗰啲係叫做回旋木馬喎，仲以為好明顯係壞咗嗰隻添啦。而且一般嘅實體生意，數據統計5年內嘅生存率都係不過30%左右啫。咁即係有如你去賭一鋪擺到明係70% 開細嘅骰盅，你又偏買大，然後5年後先開，你仲要哎呀個大環境唔好又開細啊。咁既然賭場係咁公平呢，我認為呢，就可避免俾人認為賭場有個賭字咁啊好難聽。我覺得係可以借用一下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嘅美妙命名聯想法。嗱，我建議賭場就改名做金錢可輸可贏場。個觀感係咪 fit 晒呢？同你醫院有個醫字，咁但係咪奉旨得翻噶嘛？咁就為免法律追責呢，就可以叫做病症可重可輕軟。咁快餐都唔一定快噶嘛，就叫餐飲可慢可快聽。喂，美容院都唔一定保你美嘅，咁啊叫容貌可醜可美院啦。法庭都唔一定講法律噶嘛，咁啊叫做法律可講可唔講庭。嗱，呢啲改名聽上去咪又坦白又公平咯。喂，你唔好以為我老點你，啲政府公益廣告都叫股票做投資可升可跌，一個道理嚟嘅啫嘛。咁畢竟叫得做股票，咁梗係一味靠股升定跌噶啦，係咪？人類後來仲發明咗一種名字更好聽嘅賭博，叫做保險，英文 insure。現在我就同你講聲疏。仲有法文 insurance， 冇錯，保險嘅本質就係賭博，只不過係保險公司同你賭啫嘛。嗱，陳生，我同你賭，我賭你30年內唔會死。如果你死咗，即係我輸啦吓，我就賠一大嚿錢俾你。嗱，只不過如果你一直唔死，
你就一直輸少少錢俾我就得噶啦。唔使驚唔使驚，我哋而家提供咗更便利嘅輕鬆輸錢計劃。你輸錢可以係月輸、年輸或者一次過輸都得噶。最近我哋仲推出咗賭你子女成唔成才，你老母生唔生 cancer 噶？係啊，陳生，正所謂有保未為輸啊嘛。雖然保險都已經係咁周到啦，但係叫得做險，就梗係有啲意外，我哋係預測唔到、保唔到噶啦。我曾經都係咁諗，但係喺機緣巧合下見到阿賭王家何某公子，竟然係某界賭組織直屬嘅慈善機構主席。老豆係賭王，你係米賭王，定係叫你做賭米王好啲啊？做咩啊？兩父子反目成仇啊？即係咪現實版5億雷洛探長嗰啲劇情啊？老豆劉華就貪污徇私，個仔成成就 ICAC。不過我諗深一層，又好似意識到，覺得呢個情況咁熟口熟面嘅。咦？呢個咪係我以前講過嘅杜蕾斯母公司收購美贊臣奶粉嘅故事？想生仔買美贊臣，唔想生仔買杜蕾斯。同你想賭錢揾老豆，想戒賭咪揾個仔咯。真係入得嚟就咪想翻出去喎。喂，何家賭界何家產就話啫，但係估唔到何家賭界何家都有玩，所以話呢啲咪高咯，呢啲咪對沖咯，呢啲咪叫真正嘅保險咯。真係要借用少林足球四哥嗰句：賭場可觀搭馬博監博位，連街賭啊，全部都係我嘅人，你點同我賭啊？最後戴翻個頭盔，溫馨提示：我前面全部都係講笑嘅，最高嘅賭博就係咪撚賭咪撚博。咪走住咪走住，呢度仲有條會員專屬嘅 DLC 片啊！我就賭你會課金嚟睇啦。如果你唔睇，輸嗰個未必係我嚟噶。喂，講多句先，嚟緊諗住做嗰條日本戰國嗰條嘢噶啦。咁因為咧耗時好長啊，大家多啲課下金幫幫手啦吓。